你想看觅，你今仔日会安尼做，迄就是去烦恼什么？你才烦恼早期做啦。你有代志，你来甲我参详就好啊。啊，你要救人，这永远也毋是讲歹代志啊，对毋对？你谁来用这步的？你若用这步的，后摆别人会缀你学啊，对毋对？大家有样看样啊，啊无样让伊个人受啊。所以绝对要处罚你。要得，要处罚啦，处罚我啦！这我一个人的代志，跟咱拢无关系啦。处罚我，来。玉皇大帝，这样代志吼，你莫怪伊啦。啊，做落已经做落去啊，你大量有大量，你都原谅伊啦吼。对啦，无啦，玉帝啊，你毋是定人讲过，讲你的腹肚食大显，内面叫我提存对无？吼，啊原谅伊一摆啦，等你先等了坐咧对无？吼。袂用的，顾全着大局。安尼哦，以后哦，我要管天庭的人哦，才好管。无论怎一定要处罚，天兵天将。在。将雷公甲牛牛啊，甲我跪喺天河。是。哎呦，谁嘞？我靠！就是这个所在。哦，啊！你遮阁有即落遮压贴、遮神秘的密室，我你即间是咧创啥物货的哈？我这间你无看这？我这间就是咧炼丹的所在。炼丹，好啊，你炼的丹哦，我已经练到过啊！你莫搁踮咧我的面头前，踮咧弹啦。后迄落食2摆，啊变2款，要笑死人个安尼！你莫踮咧我的面头前，搁继续甲我弹哦。你想看觅？我的丹炼出来，你食了后，会当阮食了后变拖精、变骨精，有法度变2款，就讲表示我的炼的丹绝对有迄个效果。我有迄个功夫，只不过是敢若，感觉这丹内面可能有欠什么一味。听你安尼讲哦，搁小可有道理呢。假使讲你炼的这药丹若是无效食，迄绝对无可能讲会炼伊变土啊，啊炼伊搁再变一只龟。啊是讲吼，减一味尔。啊你的功夫若搁甲囥喺2成，就差不多要成功啊。无唔对，只要好来个研究，这味来叫我找着，我保证你会当上天庭做仙。安尼好，就安尼决定。你哦，就安尼归心，踮喺遮炼丹。啊，外口的石头你拢莫接。你的食清用，拢算代我甲你包饲，甲你包食、包大、包困。你讲的哦。有，啊，但是有一个条件哦。什么条件？你即摆即个丹啊炼成了哦吼，免搁头一个叫我食哦，免叫我试食哦。到底讲这是什么话？啊，你要上天庭去做这个人？先用我丹炼出来，互你食，无必要上食。迄无安咯，我都无咧戆过，我食2摆拢无变身，拢变别款，拢变迄妖精。你即摆第3摆互我食落，毋莫讲变土啊变牛，毋通甲我变一个，然后一块安尼硬壳壳倒踮遐袂叮当，我从啊拢乌有去。但这点最放心啦，啊，无即摆要叫什么人食？啊，无安尼啦，即摆即边这等下练起来哦，咱2个同齐食。咱2个同齐食。嘿啊，啊喏，你对家己的功夫无信心哦，你家己会惊哦。这无啦，我有惊。好啦，我即摆这丹啊炼出了后，咱2个同齐食。假使若成功食，咱就会当上天庭去做仙咯。这里岛像一只船，在夜夜里飘呀飘。好啦，雷公，你嘛小拜托的，你唱歌效果歹听咧，五音不全，气搁会变来变去。你嘛往耳孔安尼小清静一下，我的心唔带静。唉，我即摆互关伫即个所在，也无啥物娱乐，也无唱歌该有唱是要叫我安怎？而且你会知影呢，我今仔日会去哦，迄玉帝甲我判罪，杀来这个天牢遮关哦，拢总是为着你，你知唔知？了解啦，是的啦。啊，你都已经有看到啊。啊，伫玉帝头前哦，我嘛已经请罪啊。啊，这代志甲责任规个人拢要打开啊。啊，都唔知影啦，玉帝吼都拖累着你。好啦，等下我甲你回一解释的啦，好无？啊，我即摆上烦恼的吼，就是咧烦恼讲吼，玉帝吼，
即摆已经命令迄个吐塔天王做咱的大法官，啊，但到目前哦，吐塔天王毋知会甲咱起诉，还是袂甲咱起诉。我咧想讲哦，上介好是安尼，莫起诉，不起诉，处分怎啊无罪，甲咱释放啊上好啦。实在讲的啦，这对头啊到尾啊吼，难怪我安尼留恋迄个阴间的翁仔某缘，嘛袂引起即层代志，还佫较烦恼的伫后面呢，虐待即个老实头啦。啊，规个拳拢落条条啊，做代志哦足情绪的啊，伊若欢喜就好，若无欢喜哦，我惊哦随时就下命令讲哦，叫咱即团哦爱解散内阁总辞行呢。啊，内阁总辞哦。哎呀。哎呀，我即摆毋着爱甲你叫你吼做院长娘娘。啊，叫我啥人共款啦？我即摆是咧惊讲哦，真正怪罪来吼，咱即组爱解散，爱内阁总辞啊，安尼哦，就大难各自纷飞啊。嘿，安尼嘛无可能的，咱即组是专门伫咧负责吼咱凡间的雨水。啊，咱即组若拢内阁总辞了后吼，迄时到吼凡间我看会靠满哦。哼，雷公啊，你真正哦坎坎呢，你无要做官吼，后面哦足侪人对你的，你随落台吼，随有人爬起来啦，戆人。啊，不管有啥物人要爬起来啦，还是啥物人要沉的，拢无要紧啦。反正伫即个无聊的日子哦，我看也是困啦，困时间较好过啦。啊，我感觉应该实在是安尼啦。主法该讲自由自在啦，反正你吼要放风为何什么人行？咱去困吼保持咱的元气。较好哩啊，失望啊，失望啊！啊，差不多我要困一时啊，你就来吵，叫你，要走你。啊，搁甲我闪过，煞哩搁甲我跳过人过啊，哈！哇，搁飞！哦，这只蠓仔搁真幸运呢，煞哩搁来走过街哦，吼，搁弄对隔壁房去啊！嘿，咋？你要顶阮娘娘？啊！你真好胆，你敢顶阮娘娘你？啊！恁爸绝对互你这死蠓仔杨姑姑你。对公啊，你是咧创啥？我在打蚊子啊。你拍我哪用大炮？是嘞妹。阿元啊，哈，阿元啊，阿元啊，阿元啊，阿元转来哦，阿元就对啦。无啊，安尼啊，我拄则吼忘记阿元啊吼，伫咧天庭去用关哦。忘记的哦，阿公囝，哎呦有诶啊！啊，当迄天庭你也毋是毋捌去过啊？啊，你转来家己阁会晓甲阿娘讲阿元仔即马伫咧天顶咧做仙，伫咧天顶吼，好是阮尔有法度诶，你毋知？啊，伊阁是做迄大仙呢，等伊迄仙做啊大仙是谁敢甲关啦？无啦，安尼啊，真实嘞，真实嘞。迄阿元仔吼，毋知是犯啥物毋对，啊结果吼去互玉帝甲关咧天牢内底。迄食足歹了，迄规个人安尼消散落目，足可怜的呢。人咧讲这吼，叫做啊日有所思，啊夜有所梦。这民梦的代志吼，莫甲做正经，莫学白想啦。安尼啊，你是讲迄民望袂准了？嘿，那迄梦的啦。啊，若假使讲阿囝你若袂放心吼，安尼啦。阿娘吼，都搁拜托迄个道长吼，即摆搁咧炼丹啦。等你迄粒丹啊炼成，阿娘才着变仙，飞起来天顶了后。我来天庭哦，我来找阿元仔，安尼会好好甲照顾。我是拜访一个啊玉皇上帝，甲伊牵一个啊亲情，叫伊以后吼对咱这家口啊吼较照顾，较应付咧。哎呦，阿娘，你真正到即摆还阁执迷不悟，还阁要相信迄个道士的话，一日敢毋敢若想要天顶做仙？哎呦，阿娘你哦，你。
哎哟，牛仔囝你若安尼讲，咱这边吼，安尼去找迄个道长，伊带我去一间迄个密室吼，讲号做伊专门咧炼丹的密室呢。哎哟，迄个所在偌神秘的，啊，足有邪你敢知？啊，伊即马咧炼迄粒丹，炼迄粒药丹，人伊讲吼，伊即马。敢若减2成的功力，啊减一味的迄个药啊落啦，啊即摆若放落了后，练成功，即摆即粒若练成了后吼，毋是敢若要安尼食，人迄道长伊嘛要食呢。啊听讲阮两个迄仙丹若食落了后，啊变身，安尼会叫迄道长哦留一粒放在边啊。你若看阮两个飞去天顶，你着对后壁去食迄粒，起来天顶，咱母仔囝等要天顶才阁见面啦。哎哟，安尼啊。嘿。你吼，真正吼，家己爱较觉悟的啦，啊！人伫咧讲天地人三界吼，人这分甲足清楚的。天顶的神就是天顶的神，啊，咱这凡间的人就是凡间的人。凡间的人吼，想要吼就天顶去做仙，无遐那简单的代志啦。你咧甲我骗迄个毛片的，什物咧天地界三界，我敢咧夹界咧。天地人呐。哦，天地人三界哦。嘿啦。哦，袂当夹做伙哦。我问你，啊，我较早是毋是凡间的人？对啊。啊，伊即马是毋是天顶的仙？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就对啊。伊为凡间的人会当变做天顶的仙，是安怎恁尔食迄药丹就袂当变仙，袂当起来天顶？嘿，我甲你讲，安尼若是变仙了后，先起来天顶吼，我会先占一块土地，我吼捡一条迄个草树大条，来甲围啊大片一片，听讲到你落尾吼，若食迄粒仙丹对后壁起来了后吼，啊，咱来起厝，咱母仔囝吼，等要天顶，通好做迄个神仙家庭，迄个时阵。偌快乐咧！牛的啊，母啊愈讲愈欢喜，我要就喺内底困一下。较等咧道长闹来，会记你甲我叫哈。我要做仙，我要做仙。哦，安尼啊，你真正吼想要去天顶做仙，想甲起痟啊啦！占土地，敢若有影？袂用的咧。阮阿娘若咧继续迷信落去吼，到时连命都无去。我一定要想一下办法吼，彻底来解决这件代志。